那讲到台电自强省电的试办计划，7月就要实施。讲若你厝内有装智慧电表，配合用电需求，就讲甲冷气切做送风，这逐个月电钱就当固定甲你扣48块。若搁加省1度电，搁加贴你10块。台电是强调这计划是自由参加，若反悔会当随时退出。热天到啊，吹冷气的民众变较侪，用电量增加。为了响应智慧电网政策加节电，台电后个月要推出自强节电试办计划。若配合调整家电的使用，安尼就会当得到电费的回馈。你自己的东西，然后被人家控制，感觉也是怪怪的。想要节电的利益是良善的啦，好像没很高，因为相对的不方便，这样比较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好。所讲的自强节电试办计划是为7月至11月开始试办，参加人伫逐天下晡2点至暗时10点，会看电力系统的需求，由第三方资讯服务商下指令，家厝内使用的智慧冷气切换做送风还是关机，智慧除湿机是关机节电，大概执行1点钟，一天执行2届，每个月执行4届至16届，除了享有每个月电费减48块，每升1度电，还佫有10块的回馈金。目前已经有1000外户参加，拢总申请2000外台，预定试办5个月，会当节省64万度电。只是试办时间选伫热天用电高峰，引起外界的质疑，敢是甲欠电有关系哩？台电还是要强调，我们的供电充裕跟所谓的用户来节能，它本来就是2件可以同时来做的。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电力充裕，我们就说我们不来节约、不来节电。节省的发电量来看的话，其实帮助并不大。就算是这样子的节电量，他也希望能够来推行。显然，在供电的部分，他认为今年夏天会是比较紧绷的。到11月中间还会碰到一段时间，机组要开始税收。台电表示，这是自愿性节电计划，在执行省电的期间，参加人也是有家电使用自主权。若做想要反悔，也会当随时取消，呼吁民间甲商业用户会当共同推动节电行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